来，宜兰五吉乡这户人家嘛来度过惊魂的一暝。这个深夜突然间火烧厝，加在85岁女厝主发现了紧，甲查囝为1楼后壁门来逃命。新妇调伫2楼走无路，伫阳台喊救人，嘛是好哩加载消防队赶到位，救着这条命。 赶紧有水线来灌救，老厝内底高温连消防人员拢要挡袂掉。往2楼楼梯已经全部拢变做乌的。22号暗时5吉乡这栋2层楼的楼仔厝，厝主和查某囝发现火烧厝了后，赶紧对1楼的后门冲出来。不过住2楼的新妇是惊到敢若会使秘伫阳台等人来甲救，一直到消防人员赶到位用铁推才甲伊平安救落来。 消防人员唔敢大意，总共4个大队人员继续搜查，用1点钟才甲场面控制掉。小开面积大约5平大小，导火原因警消嘛继续来调查，顺利逃出来。厝主无囝，敢若淡薄吉伤，已经送送去圣母病院。好佳在火烧厝的时阵，新妇无往1楼冲，选择伫阳台，嘛替伊争取到更较侪防救着的机会。